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中正客家会北漂过游班。今日我特别强调印尼个三个王陈连庄老师老印尼上课。唔敢当，大家好。今日因来学习，因台湾的9项18条，来到3大条。今比因来创了落山歌。3大条之内有3个字平板3个字，落山歌。平板到3个字，所以呢50年、50-60年。台湾范围呢，这个创作的落山歌，上来落山歌，除了大陆的法，还有贵族，个落山歌啊，然后3个字平板的向向，就是发音，对吧？千里前面3声的。里面2声呢，千里人人那个3声，一4声，先前2声，对吧？千里莺燕，一先前南，就是唱3个唱来。闹连连呐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走这个诗都会走啊。列比发了啊，列对了啊，哦，列金币中列拍板，我写出来，出来的意思啊。列到咧司机3个全部司机，司机8节，落3个咩迄8节，对吧？千里莺燕1节换气，一线牵南，这2节2、4、6、8，司机8节。列比弯曲，听到列比弯曲，落山歌有40诗、2诗、啊！以前有人唱40诗、2诗、列比40诗，4242，今比人唱的4222，最末。落山歌啊，无必长短七彩来，唔免像平板3个字去扑要跌扑，落山歌唔会跌扑的，落去都七彩唔中自由版。太溜的太溜的这个爱看见的，像个伊咧出唱到2节，你10等调一下，对吧？千里莺燕就一线牵嘞，夫妻注定那千生人哦。夫黑起来天，漆黑天呐，天地调佛啊，万物生哦。太溜嘅成功所用，就调了3道题。那台湾那一改到了这个天上，对吧？来比下，我先上2个来比下到齐木村，落山歌嘛，就会来比下搞的3个字，那个唱个3个字啊，就会齐木村，对吧？那就2种啊，落山歌。如果你这样调了，这里比头调，俺毛上藤上是上
啊，新山高特别都创作30年忙之独斗，千里，里面唱，要不就迎眼一线天呐，没有人唱，啊，因今要搞的就最传统的，最好弹的，哦，做音的，音的日本语的无按好，戏不切题，要不就无上的。千里迎雁，你看，也特别就七彩以前，做在有上的以前那上头的，无上以前那断头的，也比没重要。所以讲这个现场最好，对吧？现的听人唱的，铁定唔会掉拍，冇跌破的，哦，洛杉矶啊。千里迎雁，一线天呐，夫妻柳，注定那前生缘呐，两个双盘团，两位特别全部你，听下来改歌变调，夫妻嘞，注定前生缘嘞。做梦也不怪你，人家土司啊，无爽的啊，雪豹送山歌汉人记现的，做仔做慢慢个做都记现的，你，全部用你送山歌就讲啊，个做仔，对不？啊，你怪溜呐啊，对吧？做嘛无怪溜，偏伊从要你，哦，嘛就来怪溜，哦，听一段。父嘿，天来秋去嘿天呐，天地流，条佛啊。半木神呐，洛杉矶那边，注定呐，个曲水而游，条佛啊，力量的诗，力量团的穷样的力量的诗模仿伊了，啊，注定呐。后背风起来，条佛啊，万物神啊，有没？高大上，力量在他大地位，注定啊，前生缘啊，洛杉矶所样的。莫变太闪呢，做晕呢，啊，你知道吗？一线天呐，青岛天字队演唱的，哎嘛，一线天呐，做晕呢，什么堂都心肝要落体，对吧？喊我听。什么从谁来谈到？啊，喊我谈，对不？莫夫棍，对吧？夫棍用，前面个讲关于用好的啊，像泰山就冇做，所以冇做到就冇谈啊。啊，家下讲我哋曲式，对吧？有人冇力，冇手，冇压，条摆全部有。对吧？啊，等于那个改的啊，
父嘿，父嘿，天来气嘿天呐，天地六条佛万不生呐。俺有没正常外篇三国志啊？明白？天地六条佛啊，万不生啊！俺就有出力道啊！天地六条佛万不生啊！俺有没落三过？一记了啊，前面嘛故事啊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夫妻注定前生缘，夫妻注定前生缘，父嘿天来气嘿天，父嘿天来气嘿地，天地条佛万不生。天地条佛万不生。一句来，啊，千里姻缘三，千里姻缘一线牵呐。一线牵呐，夫妻六三，夫妻六。前生缘呐，三，注定那前生缘呐。来，A 段唱一遍，千里姻缘三。千里姻缘一线牵呐，夫妻六。前生缘啊，父嘿三，父嘿天来秋气嘿天呐，三，天来秋气嘿天啊，加油講一下，你睇咩？天來秋天，對吧？天來秋氣嘿天呐，三，天
天来秋去黑天啊！天地了，三。天地流，条佛啊，万物生啊，三，条佛啊，万物生啊！福嘿，唱到后面三，福嘿，天来秋去黑天啊！天地流。条佛啊，万物生啊！哎，唱得不差，杀下来，演出来种现场伴奏。
冲浪的歌词，刚才唱落山歌，第二个唱平板。好，接下来来唱《山歌子》。